哇，冇想到阿勇嘅啲家朋友嘅店行來上班，買呢道東西很用心來設計呢，阿妹看到目睭白都見見，哎喲，看都看唔煞啦，按道東西到底要幾多錢呢？其實你成發地度你討論家私對方萬內都有，也冇幾多錢，啲東西幾多錢，係冇？但5,000塊聽貴嘅都會算係較便宜啲嘛。按呢個對方其實當事人表達價錢了，下擺向下來看下，家下對話當中有當到客話來分享俾大家。第一隻轉屋卡，轉屋卡，來聽下南市演講。歸路卡，歸路卡，意思係回家，回家，準備轉屋卡，準備轉屋卡，來聽下南市演講。準備歸路卡，準備歸路卡，準備回家，準備回家，下班了，準備轉屋卡哦。下擺帽尾，帽尾，帽子，帽子，把，把，百，百，100、200的百。也當帽誒愛500幾元，也當帽誒愛500幾元。沒做得講，也當帽誒愛500塊，也當帽誒愛500塊。這頂帽子要500元，這頂帽子要500元。錢，錢，千，千。1兩蚵愛2000幾元，2兩蚵愛2000幾元。沒做得講，1兩蚵愛2000塊，1兩蚵愛2000塊。這件外套要2000元，這件外套要2000元。好。基本嘅詞彙還有幾個，全部分享俾大家了。講錢講到錢目睭都8個緊緊應該冇唔記得下擺聽聽阿中古腔下來複習，係有一句唔曉念，大家準備嘅字和筆拿出來，繼續來寫下來，咁唔會唔記得，來腔下來複習一下，基本嘅學到嘅記性有哪度？